场扩装。哦，拉超风云，长城拉超风云。这个6分钟。哎，怎么搞的？好新的。
日出的地方，有把认猪的。那个小朋友怎么说？吉祥送糖。哦，赞美下曲卡。好热，哎，这是不，他肚子下面来我的手上那个。后面这个歌后面让我听，速度变快了就好了。开始了。